你知唔知混能車嘅引擎同傳統燃油車有根本分別？佢嘅熱效率更高更慳油，但係動力輸出就相對冇咁勁。傳統燃油車用嘅係奧托循環引擎，吸氣、壓縮、爆燃、排氣4個進程就好似飲珍珠奶茶總會正底，3分1能量直接由排氣喉走佬，尤其係爆燃、活塞未榨乾啲能量就被逼進入排氣階段。呢個百年設計直到混能技術出現先至被打破。混能專用機嘅慳油秘訣在於阿特金遜加米勒雙循環。阿特金遜循環通過延遲閂埋入氣閥，壓縮時放走部分混能氣，縮短實際壓縮行程。等爆燃衝程，活塞就可以行完整個行程，就好似用短飲管啜到底嘅珍珠，將燃燒能量榨到一滴都冇剩。代價就係低轉時唔夠力，啱啱好可以俾摩打補位，成就咗豐田混能嘅黃金組合。米勒循環就用少食多餐策略，入氣閥提早閂埋，配合 turbo 增壓，將半氮混能氣壓縮成高濃度能量。福士 1.5T 引擎就係靠呢招同時慳油兼有爆炸力。不過而家醒目車廠都玩組合拳，好似日產 VC Turbo 可以隨時轉模式，塞車用米勒慳油，爬頭用奧托爆馬力，連壓縮比都可以動態調節，真正做到高效慳油。